係各位朋友，嗱，因為我啱啱嘅外在良好感講咗嗰個外表啦，咁我所以喺呢個心理良好感裏邊咧，就講下相似嘅，就係即係喜愛自己嚇，或者自愛咧叫做人好多時忘記咗呢個嘅重要性。嗱，當然我哋好多人係即係極度為自己嗱，為自己同埋喜愛自己咧有些少唔同嘅。為自己咧就話無論喺各種嘅利益嘅面前啊，考慮好多嘢咧，先考慮咗自己嘅即係有冇蝕底，有冇着數咁先算啦。呢個係為自己嘅，我可唔可以透過做任何嘅嘢獲取一啲嘅好處？呢叫為自己。但係呢個人係咪叫愛自己咧，或者喜愛自己咧？又唔一定㗎喎。我哋喺心理嘅層面去講愛自己，就係一個好懂得珍惜、愛護自己。嗱，我哋唔講利益嘅，即係亦都唔講好處嘅，純粹係愛護、珍惜自己，以致咧，即係你從好多事情去做啊行為咧，你會先考慮咧咁樣做會唔會令自己等於即係摧殘自己咁先算啦。嗱，最簡單就係即係太過唔喜歡關注自己嘅健康啊，太過從飲食啊、休息啊、運動方面摧殘自己啊。娛樂嘅時候或者玩嘅時候，完全冇顧自己嘅身體，係咪應付得嚟啊？嗱，呢個咧就某個意義嚟講唔係愛自己啦，因為如果你知道你嘅身體啊或者各方面係寶貴咧，你唔捨得整壞佢嘅，即係你覺得整壞咗佢咧係對自己都唔啱，或者有啲以前細個嘅時候啲父母即係話啦，誒、我哋嘅身體髮膚受之父母，咁當然呢個觀念就係即係話我哋要孝順父母之餘咧，就要愛護身體。嗱，呢個當然咧個源頭係先嚟住孝順父母，因此我哋都要愛護自己。嗱，呢個冇衝突嘅，你可以同時有孝順父母，但係亦都同時咧以孝順父母為一個第一嘅因素之後咧，你開始就要明白。所以你要愛自己啦，啊，即係唔可以摧殘自己，否則你摧殘咗自己咧，你等於令父母傷心啊、擔心啊，咁又唔孝順啦咁樣。但係呢個係再高嘅層次，但係始終都係愛護自己，即係唔好委屈自己啦。即係當有人即係傷害你嘅時候，你就唔出聲，諗住忍咗佢算啦。其實你好唔開心啊！即係幾日都情緒低落啊，咁呢個唔係愛護自己嘅，咁但係當然唔係叫你即刻就係用好激烈嘅方法啊，武力咁解決唔係，但係你要諗一啲方法可以文明解決嘅，或者用一個理性嘅方法解決都好過忍咗佢避開，因為你知道對方喺你避開忍咗佢嘅時候，佢可能會繼續去傷害你啊，對你唔好嘅話咧。其實呢個唔係解決咗個問題噶嘛，冇噶嘛。咁所以你長期等於如果你愛你嘅仔女，你唔會由得個仔女一路面對俾人欺凌，你唔出聲叫佢忍噶。因為佢持續會再出現呢啲情況噶嘛。所以你愛護你嘅仔女，或者等於愛護你嘅自己咧，你一定要好果斷。如果遇到呢啲情況咧，你要諗一個方法，無論你用即係。同師長啊、父母去講，等佢哋幫你去處理，或者你運用你嘅人際啊、社交技巧，和平啲去解決咗佢，甚至表現出你嘅自信心，你嗰個勇敢，令一啲即係機會主義嘅欺凌你嘅人咧，即係佢都要計一計，咦有代價嘅喎，呢個人唔係唔出聲，唔係淨係忍嘅喎，佢可能會為自己去勇敢去發聲，或者會揾一啲人去處理嘅話咧，佢諗下諗下計條數咧，覺得唉唔好搞咁複雜啦，咁佢就可能就唔再欺負你。咁呢啲就係所謂要因為愛護自己，唔想自己不斷咁去蒙受呢啲唔公平別人對你嘅對待嘅時候咧，咁你會勇敢出聲嘅，又唔怕出聲嘅，你覺得係應該。
因為如果你真係作為父或者母，你都要噶啦，何況對自己咧，係咪？而且自己同自己咧，應該係一生嚟講咧，你最好嘅朋友啊，佢又服務你係嘛？即係你係服務你自己噶嘛。如果你對你嘅身體唔好，咁點用一個健康嘅身體嚟服務到你一路即係成長，甚至離開世界之前幾十年，你服務唔到噶嘛？咁所以你一定要愛護住呢個身體嘅機能或者佢個運作，佢個健康啊，咁等佢或者你嗱，跟住身體方面就係心理啦，即係多啲讚賞自己，唔好成日睇自己啲失敗嘅嘢，批評自己。喺心理學角度咧，我哋好認為你寧願讚自己，俾自己勇氣，好過不斷幫自己柴台啊！導致有一日咧，你好唔用滿意自己好多樣嘢。其實你嘅大腦好難做嘅，因為佢係接收到個信息，你係鬧緊自己，對自己唔滿意。咁一個咁樣嘅大腦點樣運作到個潛能出嚟，變得越嚟越好咧？即係等於你一路鬧住個細路仔，佢唔會一路越嚟越做得好嘅喎，或者多數會退縮啊，或者放棄咁樣噶嘛。咁所以嗱，我希望呢一個咧心理良好感就配合住我個生理良好感嗰度講外在嘅美啊，跟住而家講內心喜愛自己作為一個配對。無論你係覺得有幾多成功或者幾多唔成功，你都要幫自己去安慰、說服自己，再用功努力，又唔好放棄咁樣啦嚇。好，今日就講到呢度啦。好，唔該晒，拜拜。